羡慕和妒忌是两种情感，虽然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混淆，但实际上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方式。理解这两者的区别，对于情感管理和人际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从定义、表现、心理机制和应对策略4个方面对羡慕和妒忌进行详细探讨。1、定义。羡慕是一种对他人拥有的优点、成就或幸福的认可和欣赏。这种情感通常伴随着对他人某些方面的欣赏和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相似的体验。羡慕的核心在于对他人优点的尊重和对自身未能拥有相同优点的遗憾。妒忌则是一种对他人拥有的优点或成就的不满和敌意。妒忌的情感通常带有负面的色彩，可能会导致对他人产生负面的情绪和行为。妒忌不仅是对他人优点的不满，更伴随着希望对方失去这些优点的愿望，甚至可能表现为恶意的行为。2、表现。羡慕的表现通常是积极的，它可能激励个体努力提升自己。羡慕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对他人成功的赞美，甚至在自己的行为上采取积极的改变来追求类似的成功。例如，一个人看到同事升职后，可能会感到羡慕，并决定更加努力工作以争取升职机会。妒忌的表现则可能是消极和破坏性的。妒忌的人可能会表现出对他人成功的冷嘲热讽，甚至试图通过诋毁他人来抬高自己。在极端情况下，妒忌可能导致恶意的行为，如散布谣言、故意阻碍他人成功等。例如，一个人看到朋友获得某个奖项后，可能会感到妒忌，并试图通过抹黑朋友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不安。3、心理机制。羡慕通常源于对他人某些特质或成就的认可和自身对这些特质的渴望。心理学研究表明，羡慕可能会激发个体的自我改进和成长动力，使个体更加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羡慕者在看到他人成功后，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努力方向，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妒忌则往往源于对他人成功的威胁感和自我价值的焦虑。心理学家指出，妒忌可能源自个体对自身不安全感的反应，特别是当个体感到自己的地位或价值被他人的成功威胁时。妒忌者可能会体验到自我价值的削弱，从而表现出敌意和负面的行为。4、应对策略。应对羡慕的策略包括： 1、积极转化，将羡慕的情感转化为动力，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计划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羡慕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激励个体努力提升自我。2、自我反思，通过自我反思，了解自己羡慕的根源是否反映了对自身某些不足的认知，这样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愿望。3、欣赏他人，以积极的态度欣赏他人的优点，从中汲取灵感，而不是单纯的感到遗憾。通过欣赏他人的成功，可以培养自己的正向思维和自我提升的动力。应对妒忌的策略包括： 1、自我调节，认识到妒忌的情感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负面影响，努力调节自己的情绪。自我调节可以通过深呼吸、冥想等方式来缓解负面情绪。2、增强自信，通过提升自信心来减少对他人成功的威胁感。增强自信可以通过设定小目标并逐步实现，提升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3、正面沟通，与他人进行开放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寻求支持。通过正面的沟通可以改善人际关系，减少负面情绪的积累。结论：羡慕和妒忌虽然都涉及对他人成功或优点的情感反应，但它们在定义、表现、心理机制和应对策略上存在明显差异。
羡慕是一种相对积极的情感，可以激励个体自我提升，而妒忌则是一种负面的情感，可能导致敌意和破坏性行为。理解这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更好地管理个人情感，促进健康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通过积极的应对策略，我们可以将羡慕转化为动力，将妒忌转化为自我提升的契机，从而实现更加和谐和充实的生活。